咁打個樣，今日同大家嚟拍呢個嘅 CR， 咁就第二階段3號線嘅第2段。咁首先咧，呢度新沙灣嘅307，咁就明思華田區有24號咁最後一個。咁同大部分站翻新咗，咁就帶大家去睇啦。咁我成日其實11月5月11。呢個2號線而3號線月台係6月21，咁通一期係5月18。呢個2號線3號線係6月27，咁部分站又有啲翻新啦，之後再大家去睇。咁好啊，咁目前就未起完嘅第2段啫。咁呢塊咧其實呢度就因為咧呢個地頭冇鬼啊，我係齋 set 咗停喺個頭，所以係可以咁起。等一陣，因為佢唔係落下清下，所以我係可以改成咁樣嘅一個地方。而呢邊咧我就要改，等一陣，我唔記得咗，因為個地頭咧啱起。都可以反嘅。講我兩邊都咁氣，唔好意思啊。咁好啦。咁呢度咧就新沙灣就307，咁咧就係概部分，因為3號線係3架車，2號線係2車，咁俾大家睇下呢個概部分嚟嘅。咁3號線係下面啦。如果你想去2號月台嘅話，就好似你要喺度啊，點解少咗個波？咁如果你唔好彩呢隻成日嘅話，要兜翻去，lift 都去到嘅。呢個201去領完啦，3號月台係2號月台，1號月台話太遠。咁好啊，出閘睇下，咁一樣。好啊，咁睇咗，因為有部分2號線嘅站翻新咗，咁大家去睇下。1號線都有站翻新，慢慢睇啊。咁咧係做咗啲城市發展啦，所以你會改一個風景同前途係好正常。咁首先河口站係多咗層玻璃，加咗層玻璃，同埋全部站都係換晒咗呢隻玻璃嘅。咁而華田站咧就係加咗呢個玻璃片，同上一個站一樣加咗啲玻璃片呢個嘅。咁就加咗啲玻璃。咁下個站都一樣個設計，就係上面加咗啲玻璃，側邊係冇變過。咁好似咪睇20唔係30，唔係預先，唔係預站都要講而家。唔好意思啊，翻新咗有啲太耐啊，因為上年整啊。咁依家咧就加咗條通路，可以去到 A、B 站啦。咁呢個係清湖西寧東，真係有啲嘅。係清湖東站就加咗啲咁嘅嘢咯。喺個站都冇嘢。清湖係咪有啲發展？呢座好咩嚟？之後介紹呢個有咩嚟？賣個關子先，即係有城市發展會講噶啦。咁就係03清湖西，咁就係啦。呢個站咧係冇乜改變嘅，我覺得好似多咗層。唔係呢個站冇改變，我就係加咗啲嘢啫，係咪？呢個田園站又有啲改變啊。首先就係呢個樓梯多咗臭嘅，咁又多咗個 B 臭清河，咁就係咁。咁好啊，咁之外咁下個站翻新咗嘅係，好似
呢邊唔知，唔好記得揸時間，好煩。咁好啊，翻嚟啦。咁我一路飛到去另一個地方啦。咁嗰邊咧就係冇咩更新嘅。咁先介紹咗呢個第二段咧唯一嘅3號線新站。咁上面咧1號線都加咗個站。咁就係要石輝3分鐘石門市城和區田輝路9號，咁就係可以然之後石門路23號7號啊，石輝路就37號，咁出口6個 A、B、C、C、2、C、3、2、4，有時咧就6月21，通常期6月27，就係咁咯。咁呢度咧係個先咯，咁我大頭仔先講睇月台先，咁月台係咁啊。咁3名嘅就係石輝啊，月台翻西岸出入，而1號台去蘑菇島，仲未起到蘑菇島啊。其實好長，中間嗰啲隧道起得超回喐，睇咗 B 台先，俾大家睇到先。B 台去石輝中央公園咁嘅樣，點解睇 C 台 ？C 台去石輝巴士用站 C1 田輝路。新窗設計啦 ，C2 窗呢度 ，C2 石林路啊，咁就係石輝中央廣場啊，C3。咁 C2咧就係、我係想將呢度打造成一個似廣場咁樣嘅，咁然之後咧呢度就係廣場外嘅一個出口咁樣，我想整啲咁嘅嘢出嚟。C 係石輝中央巴士用站。就係咁咯，呢個出係上無天音，就係睇石輝啦。之後只要一睇啦，咁石輝站咁樣，石輝西103P，偏係103P啊。咁呢度大頭出站，入邊咧係用海燈籠，出邊係用烽火台。咁 A 出口先 ，A 出口石輝西路。嗰個咧就係石門市城和區石南路新4號啊。咁之後兩個 A 同 B，咁我成日期咧就6月1日，通常其實6月7，我唔知係咪講錯，可能重複咗。咁 B 出咧係石輝南路，即係 H 嗰陣時，嗰時我覺得排得太急，咁就係咁咯，都一樣。咁就係講1號線啦，咁異地4方啊。咁3號線咧就唔變快，咁就一樣通到去中界。咁山係冇變快，飛去城和3號站，嗰站咧加咗出口去叫咩谷，車入之上就改咗出口啦。試下食牛角，就車入之上就擺喺呢度，咁仲有插頭，呢度係有個斜路上嘅，呢個之前講過嘅設計，咁就咁咯。咁我今日排喺度，咁下集見啦，拜拜，記得訂閱我。